我开始啊，今天是2004年10月17号。藏文语法课是第2课吗？第2课啊。还把第1课的名词过一遍。第1课讲课之前1周没顾上看书，所以这个生疏那个咱们再过一下啊。翻到第1页。第1章都是介绍名词，第一个名词种类。咱们前头说一下，整个这个语法书啊，这个语法比较好理解，不像那个第1册那个拼音规则有时候不熟悉哈，还比较费力。这个语法就是从这个理解上比较好理解，所以学这一本书啊，理解语法是一个重点了。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咱们慢慢就转移到什么呢？就是记单词上，慢慢增加词汇量。因为读音会了，语法也懂了，那你看书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障碍就剩词汇量了。所以呢，学这一册的时候，咱们慢慢的呢比较重这个分析词什么意思，记单词这个上边咱们慢慢的也注意起来。咱们看第1页再读一下啊，读的时候就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跟这个词啊，咱们尽量就是多增加一些记忆的联想，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很多联想来回忆起它的意思来。第1行啊，先分类，米拉玛Kirava米拉蕊巴动物名词大生给切马列迪巴染亚萨星普巴多杰帕朗上次没说这个多杰呢，藏文的那几个小孩是不是我没通知他们这个改时间呢？先讲吧。这个多界是金刚，这个拆开这2个单词呢，头一个夺就是石头，这个石头这个词啊，有时候有这个要点的意思，因为石头比较硬，比较压缩，比较浓缩，所以有时候它代表这个就是好像要点，有这个意思。这些你都可以就是记在旁边，这样的话背的时候你一看到这个词就跟这个石头要点就联系起来，一次一次熏习，慢慢你就记住了。节如果单独读就是2声了啊。节是什么呢？是这个君主，主要意思是主人君主。然后呢在宗教里头呢，有时候就把它叫做尊者，就是这个就是证了圣境的人。然后在这个世间呢，有时候宰官大官啊也用它。这个节的主要核心意思就是主人君主，主石头里头的君主，石头里头的这个大官就是金刚，就是一种就是好像世间最坚硬的这个物质吧，就这个意思。多界这个下边啊，体ring参谋，注意这个摸呀，不要读成猫，就是不要加摸哦，不要加啊，直接把摸跟哦拼起来，摸，不要猫摸那样，注意这个发音。参谋，新 K 了，这个是戊戌变法的戌，这个甲戌年是吧？
这是这个藏族的一个排这个60甲子的一个方法。这个罗呢是年的意思，木狗这词啊前头是木狗年，木狗年。这个词呢可以有2种读法。新 K 罗是当做一个名词读的时候，我说过3个音节的名词啊，可以一般是读成前2个按双音节读，最后一个读轻声。这个你也可以把这个词呢看成是2个词，就是木狗是一个词，罗是单独的一个词，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单独读成一个词，那就是读成叫新 K 罗，新 K 罗，也可以。这就是说你是分词的时候一个判断，你把它整个当成一个词就读轻声，新 K 罗，新 K 罗，都可以。下边处所名词，把这个方位改成处所。坡于哈康阿日，上次忘了讲没讲，阿是占有的意思，日是版图，它这个前边是占有的意思，后边是版图，就是占有一定版图。阿里是那个西藏最西端的一个区啊，一个地区，阿里地区。方位名词囊，努江，单音节词沙丘美龙，沙丘美龙。这个读沙丘美龙的时候，这个沙就应该弱化一下，读成色丘美龙。你么那么卡买到江丹带强求三八解释一下，强是熟练的意思，强也是北方的北，还一个意思是熟练啊。tube 是这个精通的意思， tube 是精通深知啊，深了解。强 tube 合起来呢就是熟练精通精于。对于什么熟练精通呢？对于 sam 是什么呀？心，就是霸是英雄，就是英雄，这个智者是这个就是非常能干的人吧。说菩萨是什么呢？你看他的意思就是对于这个心他非常的精通，这个训练的非常熟练，这个就是对于心精通了心了，精通的心的英雄。你看这个意义，说精通心有什么了不起啊？三界唯心，精通心就精通一切了。所以这个组词啊是很有意思的。下边翻过来，日嘎然包达了。上次我说珞珈，这是那个观音的道场了。咱们汉语里头经常译普陀，普陀山就是包达了。包达了可能古语里头它翻这个包呀，它就读成普，这个达就读成陀，它可能那个简化了后边拉它就不翻，所以呢，但是这是藏文，咱们那个汉文不是按藏文来的，是按梵文来的。藏文这也是按照梵文的读音译过来的，只是藏文因为是仿梵文造的呢，可能它的那个读音呐比那个汉文呐要这个接近一些，准确一些要。下边醒吧南卡江丹德强求森巴，名词构成里头是这个阿妈阿哭，这个啊呀，这就是那个平常说话，比如说耗子咱们叫老鼠，这个老字就没有意义，这就是一个前缀。说儿子那个子就没有意义，就是一个后缀，就跟这个就是习惯性的加上，接着说一个音不好听，就是下边喇叭钢巴锅瓦打瓦铝包
果窝，尼莫，几个，亚卡，滚个，行吧，塞尔吧，卡吗？这下边是我读的不对的时候，你们那个说话啊，因为这个录音还放到网上，到时候那个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给引导错了。咋看？杂是这个器皿，杂是器皿，我看啊，杂是陶器，杂就是陶器，杂是陶器。看呢，最基本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什么呢？技师，这是一个比较正经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师傅，就是咱们口语里头说的师傅，就是精通能做某方面活的那个人，就是他的那个看呢，实际上是那个这个就是陶器师傅，实际就是看是就是你比如电工，就是那方面的师傅，就是那个意思。下边一个这吧，大吧，三尖，中巴布，下边钢蜡，南卡，挪儿在，这个挪儿是宝贝，就是宝物，这个在是物质，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东西，就是东西，什么东西？宝贝物质合起来就是财物，财带有宝的意思嘛，财宝。得给，秋恰，加塔，桶嘎，多人，咖喱，钢柱，松刀，热塞啊，不对，读错了，热塞，来蟹，紧大，这个好像意思都解释过哈。下边一个钢通，我擦，多捉，打金，铝胶，果松，这都不用解释了。下边喇叭，钢巴，盖巴，亲巴，桶巴，金巴，三巴，下边塞瓦，雪瓦，拿瓦，钢瓦，下边大巴，对不对？没空过吧？大巴，竹巴，葱巴，撇巴，墩巴，金巴，大巴，塞尔巴，有巴，鸡巴，看巴。下边是年阿巴，瑞彻巴，这个彻是间的意思，什么什么之间，什么什么中间的意思。瑞是山，山中者，那个是间的意思，中间的意思。爬亲吧，不对，旁亲吧，旁是快跑，快速的跑，快跑。亲就是大，这个人快跑，速度很大啊，这个大快跑，组成叫使者。几克吧，这个解释过啊。炸酱吧，亲来吧，这个亲的意思是工业、功勋、事业。我想一下啊，我说错了，亲单独的意思是消息，
消息、信息。它跟类合起来，这个词经常被用作叫功勋、功业、事业。这个他这儿标的意思是行动者呢，他因为这本书还是这个周老师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完全是按照那个为这个世间服务的民族大学的那个，就是还他重点取这个就是世间的意思，所以有时候跟佛教的意思不太一样。果松瓦，果松瓦，拉达瓦，拉达瓦。你看这个意思，拉是什么来着？拉是山羊是吧？达是那个箭是吧？哪个箭？射箭的箭吧。你下边不是有吗？下边那个名词的姓上边那就有一个箭是吧？看到了吧？下边名词上边头一个就是箭，这个就是那个箭。拉是山羊，它这里头啊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意思，但是呢你这样就是可以帮助记忆单词，就是箭追山羊追甘蔗。下边是奈锅，奈是地方住处为转圈，奈街哇，街我读的对吗？街那个街是吧？街奈街哇，月末哇，上次我说错了，月末是乐器，不是音乐。我上次说月末是音乐，月末是乐器。这个它带一个哇呢，就变成了乐师。下边这个大丢啊牛多丢跳跳七秋打丢。下边是新课，这个名词的姓，注意名词没有姓的语法范畴，就是说好多语言里头啊是有姓的，就是那个这个单词啊是阳性、阴性、中性，整个是一套语法范畴。藏文里头没有这个语法范畴，这个名词的姓纯粹是什么呀？就是实质意义，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名的这个东西是男性是女性，是这个意思。不是语法的那个范畴。它表示的叫自然性别，是这个性。所以就是说藏文里头没有那个语法的那个性。表人名词带后缀巴、波、窝的表男性，摸表女性，很好分。咱们来读一下啊。主巴，男牧民。主摸，女牧民。所以这个你也可以这样记，爸爸就是那个，这个是各种语言都通用哈，妈妈爸爸，爸爸就是这个男的，摸妈那个鸡字是麻，就是女的，这个好记。下边一个约波，这是男仆约，如果单独读的话，牙前边一加前加字读成平声，后边一加卡又降下来变成四声了，所以是约，这就是仆人，加约波就成了男仆，约摸就是女仆。下边一个丑波，男友男朋友，丑摸女友女朋友。下边一个内波，内是住处，主要意思是住处的那个人，男房东。实际上呢，咱们汉语经常叫就是店主，就是开店的那个，店主，老板，店老板，内摩，你要是一个人临时住在一家叫女房东，开店的那就是女老板，下边一个
八窝，八窝，八窝，八窝。这个刚才说了，八就是英雄，八窝是男英雄，八摸，八摸，八摸，女英雄，这都比较好掌握。如果有读音呐、什么不清楚的，你那个不明白的，在这都问，这对读音就是一个练习啊。下边第5页这儿翻过来啊，先看那个话，我们都读一遍啊。表动物的名词以不带后缀带前缀的坡或后缀坡表形象，说他语法弄得说的很准确，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呀？带坡就是雄性，带摸就是这个雌性就完了，管它什么后缀前缀了。咱们看，那就是摸在无论是动物和人都表示一样，都是对。坡呢，八是坡，那个是八波窝，对。这人跟动物在男的还有区分。对，这就是它这个呀。其实这个区分就是因为后加字不一样，就是后加字不同决定它后边是带八带窝什么那个不一样。但是这个坡呢，好像它这儿就是说在动物上用的比较多啊。咱们来看啊，左摸，偏牛。这个什么叫偏牛呢？就是那个黄牛跟牦牛的杂交种。这个你怎么记好记呢？公偏牛啊不生育，所以呀就相当于骡子，相当于咱们那个马跟驴的那个杂交种骡子。它那个公偏牛就是相当于咱们骡子，就是黄牛跟牦牛的杂交种。公偏牛不生育，但是呢它力气大。这个左摸呢是母偏牛，母偏牛可以生育，它呢奶多，反正就是杂交种就肯定这个有杂交优势了啊。但是你用母偏牛再交配下边的那个再生的那个孩子呢，那就是2、3代了，它那个优势就会退化。所以这个这2个偏牛呢都是指的第一代杂交种，就是那个黄牛，它那个字典上说的很准确，是公黄牛跟母牦牛的这个杂交种。下边卡坡，卡摸，这是很常见的动物，公鸡母鸡，就是卡加上那个公母的那个标志。卡呀其实最基本的意思是鸟，鸟。坡掐，注意啊，这个地方啊后边是卡，卡掐塔帕擦，在第2音节的时候应该读不送气，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都是坡加，下边那个是抹加，这个他把这个公母的这个标志缀呢一放到前头，一倒过来变成了小公鸡小母鸡。这是这可以相对着记，就是卡坡是公鸡，坡加就成了这个小公鸡了，就公鸡雏。有的动物名词是用不同的词根来表示性别的，就是说它干脆就是2个词儿，没有规律，它就规定这个就是叫公的，那个就叫母的，这个跟那个没有标志了。你看第一个啊，亚是公牦牛，母牦牛呢不是加前缀后缀，而是另外换一个词儿，吉，它就这个整个换了词儿。下边因为这些啊常用的呀，它有时候就是自然形成那个很多名字，它就不规律了。下边一个公黄牛呢是啷，母黄牛就简单了，爬，虾蛙，这个咱们学过是公鹿，母鹿呢完全变了，是羽摸，这个就是你把读音搞对之后，然后就是一个记单词，就多读多重复就行了。下边咱们把这个刚才读过的单词再读一遍啊。
左巴，左巴，左摸，左摸，右波，右波，右摸，右摸，左波，左波，左摸，左摸，内波，内波，内摸，内摸，巴窝，巴窝，巴摸，巴摸，左，左，左摸，左摸，卡坡，卡坡，卡摸，卡坡，坡加，坡加，抹加，抹加，压，压，直，直，啷，啷，爬，爬，下挖，下挖，有摸。有摸。好，下边呢是名词的数。这个名词的数它也比较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复数。就咱们看啊，说名词没有数的语法范畴，就是像那些复杂的语言，这个就数啊，就这个很词尾要变，有很多变化。它这没有那语法变化的话，它就跟汉字似的。我用一个，你比如说汉字里头就说他们，我加一个那个字来表示复数。哎，这个藏语呢，它跟汉语这一点很相像。看啊，它的数的概念是用词尾表，他说的这词尾实际是加单词，不是词尾，是吧？哎，实际是加单词。它有3个词尾，就是3个单词表示复数。一个是咱们也我一说你们就跟着读啊 ，nam，这个拿一加上加字变成了一声那，后边一有撒，要压按下来，所以呢是 nam。第二个是塔，记住这个塔在作为复数用的时候啊，它一定是跟在一个单词后边。它一跟在单词后边，这个卡恰塔巴萨第3行就不松气，所以就读成大，哎，就读成大。最后一个搓，我说过搓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呀？是聚到一块儿，哎，搓的意思搓成一堆儿，哎，是聚的意思。这几个呢都是这个门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意思。下边咱们看单词啊，楚波 nam， 很简单，把一个单词后边加一个楚波是朋友，加一个这个 nam 就多一个门字，朋友们就行了。楚波大，哎，都是那意思。楚波错，哎，这是练习一个，咱们就多练习这个语言，就多练习啊。下边一个单词叫开巴呀，他这儿这个写的是学者，在这个也可以这么说，他就是也是精通于某一门的那个东西，跟那个前边那个堪呐有点相像，但是那个堪呢是经常是用在一个单词的后边，就是什么堪，就是哪方面的一个师傅，而且他那个师傅啊偏重于这个技术方面，就是那个物质技术方面。这个开巴呀偏向于这个知识方面，所以呢佛教里头经常以智者贤者经常这个是用这样来翻译。他这个因为是世间译法，所以就译学者，实际上我们经常以智者，实际上他的本意就是什么呢？就是精通于某一方面的人，精通某方面，善于干什么的人。哎，在那方面呢要很巧妙，要很高明，这个就是地位比较高。这个开巴的这个不是说一般人好像聪明点就开巴，这个要你看那个这是就是地位比较高的。下边咱们来看啊，开巴 nam， 开巴 nam， 开巴大，开巴搓，哎，就是加上一个门就行了，就变成了复数。哎，这就数字变成复数，多数了。下边一个单词 rita， 哎，ri 是山，这个大呢没有多大意义，合起来就是山里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野兽。哎，rita nam， rita大，rita错，哎，rita就是这个野兽，这个这儿写野兽，实际上我们好像那个六道里头啊也经常那个我记得就是畜生就是rita，好像也就是畜生道也经常用。没事，他这个见复数是这3个都可以加。哎，都可以加。是你选择了加都是。
说是有的词只能加某一个。他这没说，就是好像受词尾影响啊，可能就是不受影响的。估计他可能在习惯用法上呢，也可能有一些这个自然规律啊。但是他不总结的意思，可能就是说没有这个就是这种有道理的这种规律，可能就是这样。就是说啊，怎么？哦，因为他这个首先说他那个发音呢变成不送气，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后边不是不能升嘛，所以这后不升，所以它就变成平调，就按道理说。但是后边因为有卡，所以读4声，哎，既不送气也读4声，所以呢是大，直接往下读，哎，比如说咱们再读一遍啊，ri大 nam， 这也是4声，ri大大，ri大错，哎，2个4声，一个1声，错，错是句对儿，这个滚吧是什么呢？非常熟悉大家，就是意思就叫空闲处，那个译音就叫阿兰若，阿练若，哎，滚吧就是空闲处，就是阿练若阿兰若的意思，哎，他这译寺院，实际上这个寺院有很多词，这个就是修行人修行的地方，寺院也不是阿练若，对，成这个中心了啊，成活动中心了。咱们来读一下啊，滚吧 nam， 滚吧大，滚吧错，哎，就是复数，又解决一个，复习一遍啊，戳包 nam， 戳包大，戳包错，开吧 nam， 开吧大，开吧错，ri大 nam， ri大大ri大错，滚吧 nam， 滚吧大，滚吧错，后边有一个说明，说有的文法书认为那个塔指双数，就是指2个，但实际作品中常用于复数，你可以知道这个行了，就是偶尔啊有可能这个会起作用，因为他为什么会总结出这个来呢？他证明他有这种用法，就是偶尔的，你比如说有时候理解法义的时候啊，有时候用到这个一些比较模糊细微的知识，哎。下边是名词的格，这是藏文的一个重点了。格，这个藏文叫nam耶，塔后爬读成哇，再有其他抵消了，这有其他牙呢，因为有上加字，所以读成呀，读成1声，是这个塔后爬抵消了一哎耶。nam耶，这个我这儿怎么没？nam耶是1声，后边那个耶是读1声。nam耶对吧？你们想一想那个语法的规则，对头。nam耶还是nam耶？这个呢不要发音，这个就是那个nam，就是那个做那口型，哎，nam耶。nam耶，不用顿，nam耶就行了。nam耶，这个nam 是种类，这个耶是差别，这个合起来呢就是种类差别，就种类差别就行了。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名词啊，它有6类，有6种形式，哎，分6大类。但是这个类呢非常重要，跟前边那分类不一样了。前边都是很细的一些分类，不注意也可以。这个类啊，它是有语法意义，影响到语法理解啊。哎，就是格就是类别的意思。格只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关系意义就是说，什么叫关系意义呢？即词在结构中与其他词不同的关系，就是这个词起什么作用。藏文有8个格，nam耶给，像这些都我读的时候你都可以跟着读一下，就练习嘛，哎，
那么也给，我这给读的对不对？给，那么也给，给是8，8个格，译称8转声。这个古人译的时候都叫8转声，在经里头啊，经论里头经常出现，说这个词是第几转声，就是说这个词是第几格。这个，所以这个不但要记住格的意思，还要记住它是第几转声。这样你看经论的时候啊，就一看哦，这是第几格是什么意思，你就明白了。这个8转声啊，完全是从梵文里头那个就是搬过来的。梵文就是8转声，这个位置啊意义都一样。这个藏文搬过来之后呢，实际上呢，它就是整个形式搬过来了。实际上我不太了解梵文啊，就是说藏文这8转声的意义啊，并不那么复杂，并不像梵文那个语法意义复杂。藏文的啊，它搬过来了，但是它在实际应用当中啊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就是实际用的那个就是实质意义比较简单。咱们来看第一格，第一格叫主格，那个也叫圆形格。它这个藏文呢，像这些啊，我都介绍。你们呢能记就记一个，像这些后边这个括弧里头啊，我都介绍一下。你能在旁边记个意思啊，反正都是帮助你记单词、理解意义的。南米汤包，这些词呢，咱们都学过了。南米刚学，汤包在上一个那拼音里头学了。汤包是第一个格。名学过吧？名是什么意思？名就是名，就是名字。名zam 是什么意思呢？zam是只有，sim zam 就是为实。你看这词儿学起来啊，说跟着就挺快的。心脏，心zam就是只有心，这就是为实。zam 就是只有，你看这就增加这些印象。这就是什么呢？只有名。下边觉吧，这个觉吧呢，它是读的这个第3声觉吧。这个读3声啊，有2种方法，一个是直接读成觉吧，一个呢也可以就只往上升，就不注意降也可以。觉吧，就是降呢，就是不要那个降下来，就直接降到8上也可以。觉吧，也可以。觉吧是什么呢？是全说，一个言字旁，一个完全的全说，准确的这个解释就是全说。全说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用言词来说明。这个第一格在藏文里头解释成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说名字，只说一个名字，这就是第一格，就是没有变化，词尾啊什么都不变，就只是把名字说出来，这就叫主格。主格是什么意思呢？主格是当主语用。咱们看这个啊，他这没有解释，他这现在是不讲啊，光那个介绍，先不讲，后边才有详细讲。主格就是咱们现在先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做主语用。你比如说下边举的例子啊，说给包群，给包是这个国王的意思，讲过，给是胜利，包是名词化，表示人，胜利者，就是国王，胜者为王嘛。给包这就是名词本身，名词本身只要把这个名字一说出来，这就是主格。群是到达，这是敬语，就是就不能说国王来了，就不能说来了，就是得说驾到，所以呢就是国王来了，就是做主语用的，没有变化，这是主格。下边第二格叫业格，
说有了主语呢，它干什么呀？干什么活呀？业就是干什么活，起什么作用？哎，就是它干什么？它做什么事儿？它作用什么对象上？所以呢，就是作用的对象，也可以说这个就是它行为的对象。哎，这叫业格。业格的这下边那个里头括号里的字啊，那么耶尼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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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耶是格，尼巴是第二个格。哎，这个尼呢，咱们前头讲过，有点特殊，本来应该读尼，哎，本来应该读尼，呀变成平声后边拉下来，但是它是一个特殊情况，就这个二啊要读成平声，尼巴，哎，后边是来苏卡瓦。来苏卡瓦，哎，不，这个虚词实词读那个双音节，这个苏是虚词，它不是没有实质意义，它是一个语法词，没有这个不是实词。什么叫实词呢？就是表示实际事物的词是实词，虚词就是不指实际事物，就是说话里头带这么一个词儿。这个苏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一个方向，跟那个拉是一个意思，就是那个拉不是说对着谁、冲向谁、向着谁，哎，这个苏就是那个意思。来苏就是向着这个业，来也可以说事情、作业什么作用。卡瓦那个瓦也是读轻声，这个卡瓦是什么意思呢？卡瓦是做的意思，是动词，就是做什么做。这个做呢，本来卡就是做，卡瓦是把这个做呢加一个后缀变成名词化，就变成这个能说的一个名词了。卡瓦呢实际上是那个做的词的未来时变化的一个形态。说做苏刚才说的是向着对于做一个事情，做的那个事情，它往回倒着说。注意藏文很重要的特点，动词在后，宾语前置。做事情，做的那个事情就是第二格，哎，业格。看那个例子，给包了掐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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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包是国王。刚才说了，拉是指对着谁、冲向谁、向着谁。掐菜前边学过，掐是手，菜是动作，掐菜合起来是敬礼、顶礼。哎，这个向国王顶礼，冲着国王顶礼，对国王顶礼。国王是这个你动作的对象，说我是主语，我干什么了？我给国王顶个礼。哎，所以呢，业格就是你干什么事情做。画横线这个词是业格，对，就是连这个被动作者跟那个表示方向的那个词合起来，这是业格，表示呢国王是被做动作的对象，哎，是被动者。它这个业格和主格它有什么区别？主格是主语，也是给波。这也是哦。它这个词没变化，但是呢，它加了一个拉，加了一个后缀，这样的话，它就语法上就这个词上就有变化了，加后缀了。然后这个主语是什么都不加，这是语法上的区别。然后作用上呢，主语就是施动者、发出动作者，这个业格呢是被动者，是接受动作的对象，哎，接受动作的对象。主语是作者，那个是所作者，是受者，哎，受者，哎，对，受者，哎，你也可以这么对，受者，哎，然后主作者做什么事儿，受者都有了。第三个格叫具格，什么意思呢？就是工具格，就是你做呀，有时候得用一个工具，得拿个什么东西来往那个对象上来做，所以呢，就是起得很准确，就是工具。南耶松巴。南耶松巴，南耶松巴
拿咩风吧。第3个格，且扎，读错了，且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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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就是刚才那个做，就是刚才不是恰瓦是做的未来时，这个且就是现在时，哎，这是它的原型，且就是做。这个且扎是什么呢？扎单独读就是2声了，扎是声音，扎是声音。这个在咱们汉语里头啊，不喜欢人家这个印度人呐，一说声音，他是重音不重字儿，他认为文字是声音的记录，那是附属的一个东西，生出来的无所谓，这个声音是根本，他特别重这个声，他认为声是直接从这个大饭这个生出来的啊，那是有这个跟真实相通的东西，哎，所以他特别重声。咱们中国人呢相反，咱们中国人重字儿，认为字儿很神圣啊，古人留下来的这个字儿，这是根本。你读这个字儿的声音，那是个临时的东西，那东西一股风一刮没了，哎，这个民族的概念不一样，所以他们呢，任何一个字儿啊，他说这个字儿，他不说字儿，他说声，哎，这是根本。我们这汉语里头呢，说字儿，说这个，哎，哪个字儿哪个词儿，这是根本。所以这就是民族文化传统不一样造成的这。所以咱们在说的时候啊，你有的那个佛经啊，直接就翻叫什么呢？作声，直接就这样翻，作声。但是我们思维习惯这个不太好理解，你可以直接翻什么呢？做这个字儿，哎，做这个字儿就是。这个做呀，要说光说做这个字不太好理解。这个做呢，它是表示能做，就是现在时啊，表示正在做，能做。能做这个字儿，就表示什么叫能做者，就是你能拿它做事儿，实际上就是工具。哎，这就是工具格。咱们用一个实际例子呢，就好理解。咱们看实际例子啊，他说。隔壁嘎子，句格用什么来表示呢？就是加个仨，给这个单词直接加仨。上边那个叶格啊，是加一个点加一个拉，是加了一个单词。这个是直接往那个单词上加仨，是变成一个单词，不一样。加仨就这个就变成工具了。现在这个国王成了一个工具，由国王来下令。嘎是语言，但是它是语言里头的敬语，就是它语言呢，咱们平常人说的话不叫嘎，必须是尊者呀、圣者呀、国王啊、高贵的人说出来才叫嘎。哎，所以呢，嘎是语言说的话。那个咱们讲过甘珠尔，那个甘就是嘎。嘎给儿是翻译的话就是甘珠尔，然后单珠尔单就是论，翻译的论就是那个就是弟子们说的话，甘珠尔就是佛说的话，所以这个嘎这是话。在是什么呢？在这个它的原意啊就是赐予，这也是一个敬语，是只用在高贵的人身上，赐予始作给，哎，就是你要是用平常说就是给，高贵的人给了一个什么呀？给了一个话，就成了国王下令了，金口玉言。所以这时候这国王加一个仨什么意思啊？他成了工具了，由国王下的令，哎，给别嘎在，由国王下的命令，他成了工具句格。第四，这个句是国王是句还是令是句？这个国王是句，加到谁上谁就是工具。这个时候从语法意义上啊，就是这个句子呀是没有主语的。要是从这个语法意义上，主语不是那个不加任何形式的吗？哎，他就是由国王下令，他用了一个句格。你如果一个完整的句子呀，可以说我拿锤子砸核桃，这个时候我是主格，锤子是句格，核桃是叶格，是吧？
是受者。翻译成这有锤子砸核桃。哎，或者说把我去掉，就是用锤子砸核桃，这就变成工具跟对象。这叫如果这就是应该翻译成有国王下令。哎，有国王下令，对。就是这个命令应该有国王下，这样的话就是他的意思了。但是呢，他在这个习惯用法上啊，他不是这样，他就是说语法意义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意思呢，可能就是说，国王下令，这是他强调还是这是国王下的令，对，还是由国王下的令。如果我要是那国王下令跟那个由国王下令，他俩的有区别。他就是说，他为什么用主格，为什么用句格，他肯定是有这个区别的。有区别的。他在那个语法上啊，在那个意义上啊，它都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国王下令了，我们侧重于国王下令这个整个这个动作。对。有国王下令的都侧重于这个令是有国王。对，所以它是有个最高的。对，反正就是你用到实际语言当中啊，它会产生很多复杂的那个含义，但是呢，你就理解它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这样的。去掉这个仨就成主格了。去掉仨，就成主格了，就成了主格是给包，然后在呢是这个对了，这个地方啊，这是又是一种意义的区别，咱们干脆就讲了，说什么时候主语用不带这个句格的，什么时候用句格？你记住，如果这个动词是及物动词，就要挂主语就要带仨，这是它一个规律。如果这个动词是及物动词，就是这个动作呀是要及物的，是要这个动一个东西的。比如说国王下令，国王发话，这个发这个动作呀，他要发出一个东西来，他要及物，他要设计一个东西，这样的就是及物动词，他要那个主语要加仨。不及物动词就不加仨。什么叫不及物动词呢？就是这个动作就是他这个发出者本身做的，做完就完了。比如说给包群，国王来了，就表示描写国王的一个状态，说国王来了，他不及物，不涉及其他东西，这个动词呢叫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呢就不加仨，用主格。对，就用主格。就是说这个动作它要涉及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主语好像成了一个工具，拿这个东西去砸那个东西，拿这个东西去拿国王发出来一个话，他就要加句格，有这么个区别。第四个是，你看这前三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主语、工具跟它涉及的对象，下边呢就是一些附属成分了，就是说一般句子的可有也可无，就是附属成分。第四格的附属成分是什么？是为格。为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什么？为就是目的格也，就是这个意思。咱们看那个括弧里头，那么也洗吧，第四个格，决切，决是需要，切是为了，切就是为了什么目的？决切就是需要为了，为格。为格理解起来很简单，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在句子里头啊叫做这个状语，它可以说我为了什么去做什么事儿，状语表示目的状语。咱们看它的例子啊，给包了 CPU， 这个国王拿又是对着国王，冲着国王。注意，现在他在为格里头这个拿呀，就不是对着冲着他了，就是为了国王，就是对，实际上还是你可以，你理解成对于国王也可以。塞是金子，p 是献，这个贡献奉献，献金子给国王，这个国王呢成了这个他的那个目的，成了他的这个就是所做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本来献金子这个话呢，本来这就是一个完整句子，
说给谁献呀？是一个附属的句子成分，给国王献，目的从句，目的从句。这个拉跟第二个拉是一样的。它这个形式一样，意义不一样。第二个拉主要是指对着谁、向着谁、冲着谁，这个拉就是为了谁，就是意义上不一样。但是它这个意义实际上还是从那个对着谁、冲着谁，从这引申出来的。所以你就按那个对着谁、冲着谁啊，都也可以这个理解过来，没问题。说向国王献金子，你跟他为了是一样的。这是第4格为格，目的格。第5格叫从格，它这都很直接，就是从谁那里头来的，从哪来的根源。咱们看了那么耶阿巴，那么耶阿巴，后边那个窘控，窘是起发出，起来，窘起来发出。控是来源根源，孔一个洞，从这个洞里头是根源，从里头出东西，从根源里头出来，从哪儿出来就是这个动作啊，这个东西啊从哪儿来的，就是从格。第5格咱们看例子，给波嘞恰嘎托，给波嘞恰嘎托，这个托最后要闭一下口，要发啵的那个口型托。这个从格的标志是什么？是雷。从格的标志是雷，所以你看这个雷本来是业是吧？作用，在这个地方呢，它做从格的这个标志。什么什么雷就是从什么什么来，对不对？国宝雷，这个给宝雷，给宝这个，但是他做这个格助词的时候啊，它就变成了语法词。语法词是虚词，就要读轻声，就不能当成业来读这个雷，就要读给宝雷，给宝雷就成了轻声。它雷是什么呀？就是从他来的，你这么记，从国王来，恰嘎是什么呢？恰刚才说了是做的未来时，对吧？做，然后嘎是高兴，做高兴就是使高兴，使高兴是什么呀？就是奖赏，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个东西，也许是金银财宝，使高兴，能使高兴，就叫奖赏。拓不是获得，拓不咱们原来学过，获得奖赏，这就是一句话。动词是获得，奖赏是宾语，谓宾都有了。从谁那儿获得呀？从国王那儿获得，从格，从谁那儿来，很形象，从国王那儿得到奖赏。给宝嘞恰嘎托，给宝嘞恰嘎托。第6格虽然是这个附属的，但是呢最常用。第6格最常用属格。什么叫属格呢？其实就是加个的，就是加个的，就是谁的，属于谁，就是属格。这个同是什么呢？同是这个号，这个号实际上转译来的，实际上同原意是螺，那个海螺，同是海螺。海螺呢，人们经常拿海螺当那个吹的号角，所以呢这个同就后来主要的意思就用成那个号了，号角的号。嘎呢是咱们也学过，嘎包是白色的，白色的这个海螺就是海螺，一般海螺呢白色的，这个所以呢它就实际上这个呢偏正是什么呢？同是主词，这个嘎是形容词，形容它的颜色。下边一个多人日英，就是这个后边这个日英，你就日加上英，日英多人，多是石头，
仍呢，仍这个是不好发啊，可以多练。仍是什么呢？是长，仍是长短的长，长石头。哎，这也是个形容词，长石头就是这个10倍。上里的形容词都是后置的。哎，形容词一般是后置。它不会领多。会，它加上一个拉 K 勾一。哎，对，也加一个的。有时候它放在前头，大部分都是放在后边。放在后边，它不用加任何东西。你像咱们前面都说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嘎包来着，是女嘎包是吧？白银女嘎包，它就什么都不用变，什么不用加，都放在后边。找人，把人找。哎，先说人，后说动词，动词是绝对放在后边的。形容词大部分放在后边。长石头完了是这个嘎类，白叶直接翻白色的叶。什么叫白叶呢？相对于黑叶，就是白叶就算善叶，黑叶就算恶叶。这是另外一个叫法。白呢看着干净一些，纯洁一些，洁白就清净叶，不脏。下边是刚柱，刚学了是脚，处是什么呀？想起来吗？6只脚，这你看这个起名，所以这个名啊随便起，只要你这一伙人都承认就行了。藏族说6只脚就是蜜蜂啊，那这一说刚柱啊，这个处是送气的，在第二个音节就变成不送气了，所以刚柱，6只脚蜜蜂。所以名是随便起的，就是挂个号。下边这个松多，3岔路口，松是3，咱们学过。多啊是这个，就是岔路口，就是这个岔路口，就是你有3岔路口、4岔路口啊，十字路口不一样的，就岔路口。岔路口还有什么呢？河呀流到这儿合成一支。那个河岔，或者是2条河流到这合成一支，或者这个河流到这分成2支，河岔。这个多是这个，注意是关键枢纽，慢慢它转成这个意思，最后转成一个我们最常用的意思，经，就是我们说这个佛经啊，什么什么经就是什么什么夺。经。我们说中文，这不是这个中文，汉文译成经什么意思呢？那个织布的时候有经线有纬线，这个经线为主，你先得把经线拉起来哈，然后再这个横着再插这个纬线，这个经线是关键，有这个河岔路口关键枢纽最重要，有这个意思，所以中国译经，人家那个藏文里头就拿这个词当经。就是岔路口枢纽关键所在，经松多。然后一个啊，热不塞，呵，这个是佛经里头不会出现，估计现代词儿阳台。这个热不一般的意思啊，是很、非常、十分。这个。我记不清了，这个有可能有这个就是有没有热的意思啊？我现在记不清了。塞是显明，塞是把它显明出来，明显出来。这个加起来阳台，这个我记不太清了。然后下边一个啊，这个学过，累谢，累是善好、优良、优秀，谢是这个语言。说的话，好话，优秀的话，格言。锦大，秦是这个，因为它这个加了上加字，所以就变成不送气了。这个爬是吧？变成不送气，所以锦。
这个锦是什么？这个它的这个原词啊是勤，锦是什么呢？布施，给予，锦。达是什么呢？达就是人，就是主人我，这个施主就是布施的主人，施主。这是这个偏正结构的，就是布施的人或者好的话，什么什么，这都是这个就是偏正结构。下边一个结构啊，主谓事，就是主语谓语，一个主语，然后说主语的一个动作。咱们看啊，是刚通，这个刚是脚，通是喝水的喝，用脚喝，你看是树。所以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那是吧？树就是用脚喝水吧？刚通，你看这，他就抓。实际上名字是什么呀？名字根本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它是总结出它的一个特点，人们总结出来的一个特点，硬加上叫它名字，甚至都不是总结它的特点，看它像什么，硬把另外一个，看这个人这个虎头虎脑的啊，就叫小虎吧，那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属性道理，就是这就都说明这个名字呀，那就是纯粹是叫假安利哈，强行安利。下边一个啊，我擦，我是脸，我是我们这个面目啊，脸，擦是热，有时候有疼的意思，脸热，脸红，羞耻。知道知羞啊，那个这个也很常用的，这个辩经辩的这个辩败了，本来说的没道理的事自己认为有道理，上去一说让人家问说不出话来了，我擦，脸红了这个大家就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形式啊，就一起后给他送下去了，我擦，这个多捉